當 SUV 嘅框架遇上勞斯萊斯嘅靈魂，呢個就係庫里南庫里南。呢個唔係普通嘅車廂，而係移動嘅頂級套房。每一張嘅皮夾都係經過18小時嘅人工縫製嘅。5.7米嘅車身喺 V12 571匹嘅馬力面前，重量只係一個數字。但係當你需要去嘅時候，都可以輕鬆咁樣攀爬45度角嘅斜坡。駕駛庫里南咧，最奢侈唔係價格啊，而係嗰種世界如此安靜嗰種錯覺，連呼嘯嘅風聲都學識咗對你保持有禮貌。至高從不需要解釋。